第38章，法利賽人和稅吏。有一日，救主同幾個自認為比其他人正義嘅人傾偈。耶穌講咗一個故事俾呢啲人聽。有兩個人去聖殿禱告，一個係法利賽人，另一個係稅吏。稅吏就係收稅嘅人，大家都唔中意稅吏，覺得佢哋唔誠實。法利賽人企喺好多人嘅面前禱告，感謝神令佢比其他人優秀。法利賽人講佢每個星期禁食2次，仲會繳付奉獻。稅吏就一個人企喺度，低頭禱告講：神啊，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。法利賽人認為自己十全十美，唔需要神嘅幫助。但係稅吏知道自己係唔完美，需要神幫助。佢好謙卑，並且請求神寬恕佢。耶穌講，大家都應該好似嗰位稅吏一樣，唔應該認為自己比其他人優秀，而係應該悔改自己嘅罪，請求神寬恕佢哋。